会当回答你的问题啊。罢免就罢免啊，毋是我互罢免啊。罢免就罢免啊。啊，我会记我伫我今日看报纸诶时阵，我今日看报纸诶时阵，有看到一个罢免案诶争议，看一下。罢免案诶争议，毋是啊，毋是。罢免案诶争议。淡薄可惜我应该翕相，毋是即张，因为即张我有看到六家较大。这四个，我会记头前后壁佫有啥物人，我袂记啊。反正新这四个嘛，投票率其实，嘛是一个重点啦。但譬如诶投票率是5%，5%一半呢。同意诶7万，无票数咱免看，票数咱免看。罢免诶比例爱偌济啊？过50%啦，过50%。这两个拢是高票通过。这两个无疑问啊，咱应该看黄捷甲陈碧云。无啦，毋是25%，毋是一半50%。投票率有投票诶人25%嘛，啊同意诶人50%嘛。啊，咱免看投票率啦，因为咱看结果就好啦。啊，啥意思？反罢免诶比例，罢免甲反罢免，啥意思？毋捌。反罢免，50%是通过啊，啊45%无到50%袂通过啊。啊，你讲25%是投票率啊？啊，废话当然100%，一个加一个负嘛。敢毋是安尼？是同意诶人爱过半。啊，你讲25%是投票率爱过25%，对对？所以这两项较好算啊，这两项是一个对角，因为一个有过，一个无过嘛。啊，一个50%，一个无50%。没有，我讲了啊，靠背，我讲话你拢听无？我讲话你拢听，我讲的是投票率过25%啊，所以这4项拢过25%啊，敢毋是？奇怪，我讲话歹嘛？我嘛知影我真正问题是啥物。我讲话时阵，我毋知是我的问题，还是对方的问题，应该拢是我的问题啊。但是我无想要改，我就是安尼。我想要我讲话时阵，就是结果拢讲了啊，结果拢已经讲了啊。希望有人听结果，啊结果无，结果还是要等，点豆豆仔来。对，好，你的问题。就是安尼啦。结论拢讲了啊，但譬如这案哦，有人咧员工，迄啦延期诶代志啦，啊你认为？这个啊，疫情影响，受疫情影响，陈碧如罢免案延期至10月23，敢是延2个月哦。本来是8月28嘛，啊到延到10月23，2个月。啊，有人就感觉讲是这2个月关系，啊导致伊诶票数
加悬。啊，有人是讲违宪啊，违反宪法，违宪是一个词呢。危险，但我毋知呢，这我要看呢。这毋知是这毋知是其他国家是安怎看，这我嘛毋知。看一下好。我，哦，好，延期陈柏惟罢免无延工工体起诉，你知影？台中人命公投延期，袂啊，哪有可能？迄嘛毋是重点啊！你一个罢免啊，有啥好摇摆？你这个罢免啊，如果会当互韩国有调，啊，你这个罢免啊，如果会当互韩国有转来，无可能嘛？大家想啊，就是安尼啊，这人是无可能啊！迄种骹拉武就就知物件。啊，这是啥物啊？四大公投罢免啊，年底。我要排一个啦。哦，等下佫无得算，先排一个。我应该排袂着，再排一个。可能是卡条无排。门槛过啊！领枪者，啉酒做 ，ready 倒啊！袂啊人诶，袂啦。迄拢是细案诶物件，你敢知？譬如讲陈柏惟这个案是基金嘛，啊啉枪做我甲伊叫伊 Freddy 诶问题是伊本来是时代力量嘛，所以迄嘛有真可玩啊，真有可玩。啊，这是什么物件？我就爱看。钢铁型哦。行，哦。是因咧讲，因为公投延期啊，所以因讲罢免爱延期，嘛有道理呢，有道理呢。若公投延期，罢免延期有理啊，7月是代志哦。嘿啊。所以是，但是谁讲要延期的啊？应该是公投延期，公投先延期，疫情关系延期，但是延到12月，啊罢免案竟然延到10月，这嘛足奇怪咧，为虾米安尼？啊无，若无就拢延到12月18就好啊，为虾米啊？毋捌咧，毋知为虾米啊？
我诶问题是这个啊，因为安尼较省成本啊，而且公投是公投案尔，公投也无要选，敢有要选迄，敢有要选迄县市长无嘛？而且，搁来应该是，对啊，搁来是县市长啊。嘛有人会讲啊，有人会讲县市长，有人会讲疫情诶问题啊。比如讲我之前做业务诶时阵，我会去拜访公司啊，公司拢讲疫情啊，疫情啊，明明就离较近，足奇怪，我感觉足奇怪啊，为啥离较近你阁无法去？啊，公投要安投？